那对5月份开始，警察是咧调人行道的违规，不管是骑车还是停车，也有临时停车这违规的行为。2个月时间，全台湾已经抓到27万件。警方是表示，无论是伫人行道停车，也是骑奥多摆，拢是违法的行为。乌车闪电黄灯，就安尼对伫人行道，一半道路拢可以占去，行人只会当闪咧行。尤其上下班违规无减，颠倒增加。有时候他停在人行道上面，有时候会停个5分钟、10分钟也不一定。他要闪开这个走马路，按车来的话，因为他车子很挤嘛，有时候摩托车有时候很快咻一下过去的。我是人家都是要就物件就走啊，也无有好停嘛，都暂时停下，买就走。高登去事发现场，机车、汽车、脚踏车违停一台煞一台，人车争道都伫新北市汐止。一个月来，陆续有驾驶伫民丰街食红单。我寻到国泰病院，骑机车人将人行道当作车街，警示条边停几排，苗栗县道分。甚至有外送员骑上人行道压着行人造成事故，会当看到各地拢出现人行道乱象。人行道其实就是已经不允许车辆停放的话，不论是临时停车或者停车都是不被允许的。那车停标线人行道，警方看到会开单，就连伫人行道骑车，同款是 NG 的行为。警政署上新统计，2个月就抓获27万件人行道违停甲违规临时停车。若有违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统一裁罚基准及处理细则第12条规定得劝导之情形，警方将依个案审视是否符合劝导要件，得劝导免于举发。去掉行人地界污名，交通部为6月底开始，也开放13项违规项目，互民众会当检举，像洗碗认证无检索罚型、人行道违停等等，拢列入。国防一边修法讲党法，一边开放检举阻止乱象，敢会当替一直防批评的交通问题找出解决方法，各界拢来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